朋友们，现在我要出发去买车了。之前那个旧车的话，已经叫了某二手车平台过来估了价，准备收走了。我觉得我人生到目前为止啊，整整30年，我还是挺幸福的。长辈们都愿意帮助我。我跟镜子之前那套婚房住了6年嘛，就3元一村。那套房子本来是外公外婆的，外公外婆从小就非常喜欢我，我和镜子又拜他们学习了苏州评弹，传承了这个技艺。然后在18年的时候过户给了我，做了婚房。然后我现在住的这套新房嘛，又是父母全款买的，2套房子我都没有贷款。然后这次换新车又是外婆，然后我之前开了那辆10年的逍客是镜子的嫁妆，也就是说我人生的2套房2辆车，我没有花1分钱，也没有任何贷款。我真的觉得我和镜子现在的生活是很幸福的，我们非常的满意。我只能说个人头上一份福吧。你如果正向的看嘛，那就是长辈的托举。小米，榜鱼们随 A 步子，现车绿色的。我一直都是米粉，家里面3个电视机都是小米的，那个晾衣架自动的也是小米的，没想到汽车也会换小米。内饰蛮好的，来镜子坐坐，蛮好的，这个座椅还能按摩。这个轮毂现在在付定金了。那么这个车是25.3万多，看着还是很喜欢的，而且主要是外形漂亮，我们年轻人一看就喜欢了。因为涉及到要旧换新，享受那个国补，因为之前那个车是镜子的嫁妆嘛，所以逍客是他的名字，那么新换这辆小米的车，是不是销售也得是我老婆的名字？是的，必须同一个人。没问题，就写他的名字。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想换特斯拉的，但主要是因为我舅舅有辆特斯拉，现在我弟弟又买了辆特斯拉，我就不想换特斯拉，支持国产，还是买了小米，下周就可以来开了。这个后备箱可以睡觉的，出去倒下去睡一家3口没问题。这个关就是这样手动关的，没有电动啊，